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总是躲在后面。这游戏本来是团队作战，但为什么那么快就要分开战队呢？哈哈哈来，你有没有发觉这游戏很多 bug？ 对啊，我发现啊，那个血量还可以。还可以什么？可以调光大。所以小明，你还是好好珍惜生命吧。我猜呀，那3个臭男人是不会回来的了。凌晨姐，为什么你对男人就那么有偏见呢？本来就是，看看他们仨，放着任务不做，这种时候还想着花天酒地寻欢作乐。古人呐，真说的没错，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好像我也是男人哦。小明，你不一样，姐姐一早就看出来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小明啊，姐姐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不如我们结盟吧。结盟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俩就不用靠那3个臭男人了。凭借我们俩的实力，一样可以完成任务的。下次我们就单干，到时候无论谁赢了，奖金我们俩平分。这样不好吧？而且哥哥们肯定会发现的，我撒不了谎的。这样就不是公平竞争了，这样不合规矩吧？没事儿，姐罩着你，以后你就跟在姐后面，不该说的别说，该说的我来说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啊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来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咱们俩姐弟同心，平分奖金。我还是再想一想吧。你们觉得这个游戏的设置是不是太过简陋了？除了喝花酒，也没有多大意思。就没点别的服务吗？你还想要什么服务啊？哎，你别想歪啊！我只是说来个 KTV、摇骰盅什么的。哎，我有。哇，你居然连骰盅都带来了，傻根儿，我第一次对你刮目相看呐。好，来吧。哎，你，出去，别谈了。哦，不过我只有1个骰子。收回刚才那句话，那就只有1个骰子，怎么玩啊？你们玩比大小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对哦，但是光是比大小也没啥意思，要不来赌一把吧？赌什么？
谁摇到的点数越大，谁就收了柳先生的人头。其他人不许插手，不许抢。来就来呗，谁怕谁啊？哇，爽快！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听到了。我告诉你，听者有份儿，你想参加也得参加，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。这样好像不符合这个游戏的规则啊。游戏规则都是人定的，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郭大人呢？就这么定了，我先来。他娘的，点儿真背。没想到你不仅智力不行啊，连运气都这么差。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到你。为什么你不先摇啊？我天生就是压轴的存在啊，更何况我还有一外号，江湖人称北上广骰王。我怕我一出手，你连碰这个骰盅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好吧。哎呦呦！来吧，压轴的存在。哎呀，看你嘚瑟成这个样子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只有1/1000的机会，我都轻轻松松碾压你。更何况就这6个数字。哎，闪开！6，搞什么鬼啊！我的6啊！1000万呢？这1000万，我是非拿到不可的。居然没人！哎，终于有观众了。你干嘛？你个死变态！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非礼我！你知不知道姐的屁股有多金贵啊？我的屁股够你搬10年砖！你以为全世界所有的屁股都可以随便摸的吗？你是不是变态？大姐，赔钱3万。3万？我的屁股做了30万！小姐，你不如去抢！你叫我什么？小姐？我告诉你啊，老娘叫夏凌晨，是一名根正苗红的演员，不是什么小姐。赔钱？赔不赔？赔钱！我打死你死变态，打死你！老娘已经1年没拍戏了，本来就腿短皮瘦，你神经病啊你！就靠着屁股行走江湖，你这臭男人还撞坏我的屁股，他妈的气死我了！气死我！等我红了，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！
这是真的吗？那我的鼻子、我的下巴、我的胸都有着落了。对不起，小明，你还是别和我抢了。唉。醒醒，傻根儿！哎，傻根儿起来，元宝，快醒醒啊！快醒醒啊！我的脖子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被抓了！这他妈还要你说吗？都被五花大绑了，不是被抓了，难道还要和你玩限制级爱的小游戏呀？哎，他们还把我们衣服脱了，难道真的要玩限制级爱的小游戏吗？不要啊！我接受不了啊！哎，别闹了，快想想办法！他妈的，什么鬼游戏设定啊！这破游戏难道还有额外任务吗？这不是欺骗游戏玩家吗？这游戏的设计者，信不信我给你记小刀片？我不玩了！哎，我不玩了！龙之子将于重武之日卯时之际复位登基。重武，乃阳衰阴盛之月，阴阳争，死生分。龙之子正是预想在阳气到达端点未亏之前，将萌生之阴气扼杀在摇篮里。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烈，太子妃吩咐先生之事是否完成？请太子妃放心，霍将军早已启程赶往幽兰谷，保护龙之子，快马加鞭，不敢有误。那好，小人这就回去向太子妃复命。谨慎之期，先生请提高警惕，万事小心。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！哎，昨夜感谢3位搭救老夫，居然是你！哼，你真是好心没好报啊！亏得我们昨天晚上还救了你啊！你把我们绑在这里干嘛啊？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哼，谁派我们来的？是你把我们抓来的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啊！是不是你扰乱我们的骰局？你还我的6啊！你个傻欠刀的，还我的6啊！还我的6啊！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这丫的复读机吗？别再谁了，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。那你告诉我，昨夜为何救我？做好事啊！对，我们就是活雷锋。雷锋？哎，是啊，告诉了你也不知道是谁，反正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转。住嘴！昨夜你说老夫的命很贵，此话怎讲？你他妈的是问题少年吗？要不要送你一本《10万个为什么》？
反正人的命都很贵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放开我，待会儿我松开了，有你好受的啊！看，哼，不知所谓。好，我看你有多大能耐，就看是我的剑硬，还是你的嘴巴硬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别吵，为什么你只脱了他们俩的衣服，不脱我的？你的衣服脱了，能看吗？你这老不死的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什么命值审美啊？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伸头过来，过来我就告诉你。风言风语，快说！我不知道，要问就问那些好看的。不要问我，问他。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留点力气吧。也对啊，这绳子解不开了。扎根啊，你把身材练这么好有什么用啊？他娘的屁话真多，中看不中用，虚有其表。有人过来了，美男计。哎，啊！恶心！姑娘，那你觉得我这款怎么样？流氓！那你刚刚那一出是干嘛？我喜欢他那一款。哎呦我去，原来好这个！过来，解开我！对对，他说待会儿要报答你。哎，傻根儿，你说说你，一身肌肉燃并卵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脸呢。哎呦，好疼！哎，咱走吧。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啊，你们！喂，欧巴，看金毛还没么么哒呢。这三个臭男人说不回来，还真的不回来。看吧，姐姐说的没错吧？跟他们混，肯定没好下场。所以，你还是跟姐姐我结盟比较靠谱。来吧。我觉得这里也挺好的。你看这阳光又明媚，空气又清晰，多安静，多舒服。好什么好呀？又没有香奈儿，又没有爱马仕。你看，那女的，咦，穿得多 low 啊！一身山寨货。我怎么觉得她有点眼熟啊？
哦，他就是昨晚那个黑衣人。不会吧？昨晚黑灯瞎火的，他又穿得一身黑，你确定能认出来呀？你实力反弹啊？凭我看了这么多年女人的经验来看，我肯定一定是他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小时候经常跟我妈去上班的时候看过那些姐姐嘛。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追她？还愣在那干什么？快追呀！哎，小心点！等等我！哎呀！快一点！快一点！是。先生果然明察秋毫。绿萝为老夫演奏3载，无论风雨，一日不改。曲调之差异，在下自当清楚。你打到我了，宁晨姐。绿萝只是想起一个故事。相传古时有一忠臣，其妻本为青楼名妓，二人身份悬殊，却冲破万难而结合。后忠臣被害，其妻子于夫君离去7日之时，抱古琴，投湖殉爱。两人相约在湖底抚琴合奏，再续未了缘。先生可曾听过？他们在瞎逼逼什么呀？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个女的喜欢这个男的，还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。原来他们有一腿啊！没想到这破游戏还玩蒲城有真爱呀！青鸾舞尽，哀鸣至绝，先行之人未必不幸。孤鸾之悲伤，才是致命之痛。不知绿萝能否承受？人各有命，各司其主。命之所至，不得不为。若两人必有一人痛苦，绿萝愿成受难之人。等待是最长的陪伴，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